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南亚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山区。昨这个学生坐缆车要去学校，结果这个缆车锁断去，当时有6个学生甲2个大人掉伫个泥土骹，274米悬的缆车顶进退无路。巴基斯坦的军方出动着直升机来救援，但是风伤透，前后是午12点钟才救下2个学童。天暗了，直升机只好来放弃救援，改由当地救援高手来出马，总算把所有的受困者拢总救落来，结束着15点钟的空中行魂。巴基斯坦的军民，大家拢同齐由流索啊，伫咧黑暗暝之中救援。掉伫半空流笼内底民众，总算是平安获救落来。这场15点钟的行工才总算结束。救援歌手空喊变做是大家嘴讲的英雄人物，受到大家娱乐甲感谢。सर मुंग बाहर 9 बजे रागले दिसे था 7 बजे दा वाकया शुरू था ब्यागे न सुबह इजाजत लरात लागे मुंगले इजाजत न राखो بیا چې هغه کله پاتې شو ماښام شو بیا وایي ستاسو مرضي هغه وکړئ یو کس هغه اوچت کړی 7 کسان پکې وو بیا هغه وایي ستاسو مرضي هغه وکړئ هغې نه بعد بیا موږ رالو時間等下到早起，翻過山谷的流浪發生着斷鎖的意外，2條纜索斷一條，就敢若剩無斷的迄條將流浪吊佇泥土骹274公尺的空中。軍方接到通報了後，派直升機救援。這個時陣山谷透大風，佮大蒙霧，救援的條件無介好。直升機對鋼索啊，說服一個受困的民眾將索啊綁佇身軀頂，甲救出來。不過安尼方法，敢若救出2個人，其他人無論安怎，攏無願意佇身軀頂來綁索啊。時間1分1秒是一直過去，加上天色是愈來愈暗，山谷的風勢是愈來愈透，對直升機的救援是更加不利。最後，民間的救援歌手空喊總算是出手。平常時空喊伫咧一間救援公司來食透露，專門伫咧山谷內底搶救因為車禍落落山谷的車輛甲人員，所以這種吊佇半空之中的任務對伊來講並無困難。空喊身軀頂綁索啊，敢若利用迄條村的纜索，偷偷挖緊受困的流浪。經過15點鐘的救援，喺咧加在最後，總算是將受困的民眾全部平安救得回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